79萬一口價，105平方3房2廳2衛，仲係望住我哋一個東向嘅景觀，冇咩任何遮擋㗎。呢一個單位呢係業主自己一手一腳精裝修嘅。咁咧入內門口位置呢就同你做咗個鞋櫃，然之後咧仲有我哋一個 L 型嘅廚房，廚房出邊仲有一個生活陽台，你嗰邊咧可以掛衣服，可以擺啲其他嘢。咁咧包括我哋個廳咧，多個間距嘅話咧都差唔多去到4米嘅，非常之闊落。咁咧呢邊咧係一共係3個房間，2個洗手間。呢個業主嘅話咧真係亦好少住，所以咧而家先至諗住出售。成間屋咧保養得真係非常之靚，亦非常之好。牆身咧都還 OK， 家私電器亦齊全。今日只要79萬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套3房2廳2衛富裕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